魚人參山藥的秘密。山藥又叫做淮山、淮藥，而淮係指中國嘅淮河流域，包括河南等地區。魚人參嘅山藥係產自河南，係當地嘅道地藥材，聞起嚟冇刺鼻嘅硫磺味，摸上手質感自然，唔會有蠟質感。靚嘅山藥煲完會係呈彎嘅狀態，魚人參嘅山藥煲出嚟就係呈現微彎，冇散開，食起上嚟口感綿密粉糯，顆粒感強。坊間嘅山藥多數經過硫磺燻製，一般嘅顏色白到好似石膏咁，聞起上嚟有刺鼻嘅酸味。因為供應商多數會使用硫磺燻蒸，用嚟防蟲、防霉同埋美白藥材。煲出嚟嘅山藥好容易散或者溶喺湯裏面，容易煲窿黐底，食落仲會有啲酸味添。魚人參嘅藥材每批都經過仔細檢驗，確保藥材嘅品質安全。想揀優質有保證嘅山藥煲湯、煲粥或者泡茶，記住嚟魚人參買啦。